邀请你将你的手机开做震动，就是开机，会当伫咱礼拜中间会当享受伫今日咱的聚会。这时无需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咱做伙为着咱今日咱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有若引带咱，嘛，互咱伫安静的内底来领受上帝所要甲咱讲有智慧的声音，互咱的心有来当得到有智慧的心，互咱有气力来为主做好的见证。咱做伙同心开声，你当用开声的方式，你莫当用安静的方式，伫上帝面头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愿你圣神充满阮，引带阮伫今早起的敬拜。对头到尾有圣神的引带会充满，互阮伫安静的内底来领受着智慧的心。愿你的话，愿你的声音，愿阮伫你面前的敬拜，通成做主你的欢喜。嘛，愿阮的生命通愿阮行出这个礼拜堂了后，阮的生命会当更新有色彩。无相反，有信心，有气力来为主你向前行。同心伫你面头前，你献上感谢、恳求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要活出上帝欢喜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都像是一扇门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扇门一样，会有2面待会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呢，是非常活泼的。那我们在唱的当中，你也去思考，你怎么把你那生命当中不同的面向，重要的是活出上帝所喜悦的面向。那我想你的生命就会充满色彩。我们一起来练习唱这首诗歌。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2
面，你在哪一面？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来，跟我家了，好妹妹们，一扇门只有怎么样？它是一扇门就只有一扇嘛，好，但是怎么样？总是有两面。我们思考逻辑一下，放进去你就会背了哈。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怎么样？有两面，里面、外面，你在哪一面？好，再次哦，很简单，来，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里面、外面，你在哪一面？好，接下来一样，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我站在里面，你站哪一面？来，最后一句话，我站在里面，你在哪一面？再次哦，我站在里面，你站在哪一面？来，好，我们一起哈，我们一起用先用唱的了哈，来。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我站在里面，你在哪一面 ？OK， 现在呢，牧师要请各位站立起来，然后呢，我们要来比动作。这个动作怎么比呢？很简单，一扇门你就比只有一扇，总是有怎么样？有两面，就这么简单。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所以待会呢，你再说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的时候，你要听别人啦，改讲啊，你在哪一面啊？还有表情哦，你在哪一面啊？这个是有个互动哦，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然后我们一起来比个动作，好。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我站在里面，你站哪一面？一扇门只有一扇，总是有两面。
向耶和华唱神歌，全地拢着爱向耶和华唱歌，向耶和华唱歌，称颂伊的名。上帝爱咱日日拢来报伊的救恩，阿门。求上帝做为帮助咱，就当以上帝的头前来唱新的歌，我们来做选择做一把握来。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赞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他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人之上，长寿基会，让我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赞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极会，当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极会。恁唱这条歌的时阵吼，恁有一个信心在唱。伊讲，恁着爱向耶和华唱神歌，向耶和华唱歌，称颂伊的名，甚至日日传扬伊的救恩啊！所以恁体会着上帝的救咱无？听只有你知影。你着爱伫你日常生活内底，无论什么款的困境，你拢爱去经历上帝伊要甲你救，甚至你会当日日去传扬伊的救恩。你若要有传扬的气力，你着爱体会伊的救恩啊！若无，你无法度传的。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唱这条歌的时阵，你着会讲主啊，我逐日拢要唱同款的歌，但是我的心内带着欢喜，是带着上帝你的救恩。咱去一边做来唱这条歌的时，用救恩的生命、全备的生命来唱这条。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赞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极会，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极会，当受极会。主，我感谢你，你是过顶而乐的主上帝，让我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的时，阮求上帝你赏赐阮若有三听和睦的关系生命，嘛帮助阮的生命常常伫阮身躯边的人，会当常常关心伊，
帮助因尽阮的困难，将上帝你救阮的福音带到因的生命中间。因为主你甲阮讲，有侪人伫心头不足的中间，无人知影。但总是你要透过阮，会当通过阮带有困难、有福音的生命的人，会当将这款的福音带到因的心中。求上帝帮助阮，时常伫阮身躯边的人，当因悲伤的时，因需要了解。通过阮的关怀，通过阮的疼痛，通过阮的彼此的鼓励，阮相信上帝你要互阮的教会，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会当活出传扬福音的生命。当心伫你面头前，我们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我要听你入我的心，将这款的生命应允放伫阮的中间。
咱的生命常常就爱回顾主的生命，咱是伫感恩的内底来回应上帝。当咱来到伊的时阮无做前，上帝爱咱用感恩的心来向咱的上帝献上感恩的心。咱做为伫主的面头前，当你若有用感恩的心，你会回顾上帝的生命。主的性命毋是一个会夸口家己、骄傲的人，有法度通回顾的，只有谦卑顺服伊心意的人，才有法度通得到。咱做个人。我到来到你是阮宝座前，有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愿是一世界，流出你宝血，为我。你献上我感谢，你对心的渴望，让会细细关心，就是我王主我每个鼓励心为大地高原。你是属于我的。
无论阮的生命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原在拢是上帝你予阮生命的考验。愿上帝你点净阮的心，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头前的时，无论什么款的环境，愿只有用感谢心甲主讲：主啊，愿愿意求上帝你来找阮来为主向前迈进。求上帝你圣神的贵咱，成做阮的帮助，因带阮今天的敬拜，对头到尾拢伫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甲你边兄弟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这是咱来共读《使徒信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仙妇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立案来审判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好，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这是来肯定上帝话。启文36箴言第8年，咱三个来起，就听智慧在叫，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正人啊，我叫你；戆直的人啊，着学习精明。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还会有深面。我出母胎的时，大山还未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还未安立宫墙，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限，互海水袂搬过界，甲大地下地起。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来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叹我。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听咱我的人真有福气。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生命。咱这是来请圣歌队吟诗来学了上帝。
愿圣母的儿女荣耀归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两位的圣经章，头就是马可福音书12章30到31节。马可福音书12章30到31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上帝话安尼讲：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个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其他的诫命袂比这两条搁较大。罗马书12章11节，论殷勤，毋通分担；论心志，着热热；论主，着服侍。这是咱要请吴牧师的正道。伊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教会缺少的要素，培养热诚的教会文化。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特别，牧师伫咧分享今仔日的事情以前，牧师要邀请，咱的美举姐来跟咱分享，伊的生命中间安怎经验，伫祈祷中间所拄着上帝安怎排比带领的道路。伊要开始以前，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落你。当阮抱着欢喜、敬畏主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恳求主上帝，你将你活命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互阮的生命内底毋但有活泼的灵，用信心的态度来领受上帝你所赏赐人有快乐的生命。主啊，当阮将阮的心带到主你面前的时，阮嘛要恳求上帝你将平安的心放伫阮的心内底。无论生活拄着甚物款的困难，有主你通好倚靠，阮就毋免惊吓，因为你一直甲阮三角地地，无弃绝阮。因为你是阮的生命的主宰，嘛是阮相信的主上帝，满有快乐、满有能力的阿爸爸。当阮找求主你的时，你就要应允阮的祈祷，救阮脱离一切灾难。愿你赏赐阮智慧的心，嘛互阮的生命通带出刚强、仁爱、谨慎、持守的心志，将阮所认捌的信仰来甲伊活出来，会当互当得福音所带来生命的祝福，嘛会当伫阮身躯边的人通来享受着。今日阮要做伙来学习主你所教导阮，要安怎伫教会培养一个热诚的教会文化。求上帝你帮助阮，通过伫阮所看见、所听见，无论美举节伫分享的见证的内底，
阮会当更加用信心的态度，用祈祷来到主你面前来倚靠上帝。阮相信上帝你是搁真搁活的主宰，你的确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的生命真实活出有香味的色彩的生命。当心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邀请美菊姐吼，美菊姐你若徛在遮下骹吼，来邀请你来徛在遮吼，徛遮就好吼。我甲你扛一个。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伫遮甲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我会记得我伫细汉的时阵，妈妈就甲我带伫迄个主日学，互我伫中南教会读迄个主日学。因为教会将做是我第二家一样。我每遍若伫读册转的时阵，我无着直接转去伫厝。我共款甲册包放诶，伫迄教会。伫教会诶时阵，我真欢喜，因为我伫遐有甲牧者建立足好诶关系。每礼拜我拢会去聚会，伫拜三祈祷会，拜五家庭礼拜，拜六下晡时我就会甲牧者去探访会友。伫暗时参加圣乐队。甲礼拜的聚会，后来伫迄时阵，我不断，无论伫风台天，还是落雨天，我犹原拢会伫教会。阮伫较早迄个所在是中南教会，遐是。真庄脚，所以伫遐的时阵，逐遍若要去聚会，暗时拢是暗暝暝，无路灯。我拢一个人，若风台天也是落雨天，我拢抓雨伞。有当时阮遐拢有迄落算讲竹啊，也是迄落相思树。因为较早的人讲地掠较好空，地掠较歹空。所以我行到遐的时阵，我有惊吓，所以我嘛是共款好大进前，一边祈祷一边来行路。所以到伫教会聚会，直到我结婚生囝的时阵，我嘛犹原无离开上帝。我不时来为着我的先生来祈祷，因为我的先生一路来拢是足病榻的，拢无拄着学担当的事，所以我咧甲传福音的时阵，甲我讲：我信谁？我信我自己啦。伊安尼甲我讲，但是我犹原不断30几人来，拢嘛是为伊来祈祷。因为我有当时我拢会看骨 TV， 因为我若咧看，其实我是要转互伊看，因为我咧看，伊伫边仔嘛会看，但是无记过伊共款，伊拢无法，伊的心有想要信，但是呢，伊无法度踏入那个门槛。特别若想要去信主，魔鬼就讲：你要去信啥？所以一直拢无法度来信主。直到我有一天，我伫暗时咧祈祷的时阵，我感觉讲我的囝儿已经伫台北的所在，伫遐来读册，所以我直到我想讲，我的囝要有上帝照顾，所以我就伫暗时祈祷的时阵，我就甲上帝讲。我讲你爱互我的囝儿会当来入捌你，所以我甲我的囝儿讲，你若有机会吼，你着去就近的教会找教会，因为教会中有足侪资源，搁互你想袂到的物件通学，所以你会当去
试看觅。我的学生甲我讲，好啦，我知道。但是我伫暗时有一工下暗时，我咧祈祷的时阵，我甲上帝讲：主啊，你若能透过他的朋友来引导我的那个儿子，互伊当带领，互伊伫当伫教会。无记我讲，真正是透过伊的同学，国小、国中、高中的同学来带领他。但是伊的朋友是安怎？你敢知？因兜是拜拜，伊是无信主的，因兜佫有摆迄佛像。我嘛毋知影讲安尼来带领我的囝来去伫迄个教会。有一工，我的学生就甲我讲：妈妈，我想要上洗。我甲讲：你若倚靠主，尊主最大，你着受洗。所以伫迄个大准年的时阵，我的囝儿就来受洗。感谢主，阿罗主。伫迄时阵，伊的爸爸，伊知影我的囝儿受洗，伊就来甲我的囝讲，就甲伊骂，啊你那个儿子，你有神经病啊！你信那个什么外国教？结果我的囝儿就甲伊爸爸讲。爸爸，总比你坐在那边发呆还好。后来，所以就安尼，后来有一天，下透早，差不多8点的时阵，我就准备这些物件，要去看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伫迄个，我甲囥伫迄个中州，因为我看遐环境袂歹，个是呢，所以我甲我的爸爸囥伫遐。因为我要照顾我的爸爸较方便，无我的爸爸是伫屏东。后来迄下早起时，我准备要去看我的爸爸的时阵，我忽然间看到我的先生敢若无爽快共款，所以我就甲我先生讲：你不舒服吗？伊讲无啦，你要看爸爸较紧去，我无要紧。但是我感觉伊毋对，我就紧甲伊送到伫基美来就诊。伫遐个时阵，无记误伫迄个第2天，医生就讲：伊先生爱赶紧伫加护病房哦。我讲，但是伊看起来好好，伊叫伊举骹，正骹伊就正骹，倒手伊就倒手，所以无感觉是安怎。但是医生讲爱紧进入加护病房。无记误，伫迄个第3天的时阵，我的后生伫2楼，头仔12点外，永暗时12点外，伊就落来甲我讲：“妈妈，我跟你说，但是你不要紧张哦，赶快穿衣服到奇美。”我的心真恬静，我就紧穿衫，甲我的后生伫基美的加护病房的外口。伫遐个时阵，迄时阵我的先生拄啊伫遐咧急救。我伫遐个时阵，我着逼出祈祷，我甲上帝讲：主啊，你怜悯伊，赦免伊的罪。搁后来，我伫遐有甲上帝求，我讲：主啊，若是合伫你的旨意，你成即个事。无论你要带伊转去，还是你要甲留的，拢会使。但是我伫迄个时阵做主事，我甲上帝讲：主啊，我伫最后的要求，你甲留起来。无记误伫半点钟了后，医生就甲我讲：恁两个当入来看。结果我入去的时阵，医生就甲我叫伫边仔讲。讲人是救转来啦，但是伫即5分钟中间，伊无生命的迹象。
但是要对安尼，算讲要甲救起来，这是全台湾省是第一个会当安尼救起来。我听了我的感受，上帝真正听我，有听我的祈祷。后来，伫吴牧师甲东工的关怀、甲探访，来为着我的先生来祈祷。每遍我的先生拢伫遐痛哭流泪，伊有感受到伊的痛苦，伊的悔改，毋是干那伊家己的熬而已。所以，伫迄时阵，牧师搁一遍来为伊来祈祷。伫迄时阵，我感觉讲，我的先生应该爱未得到拯救。伫牧师的关怀内底，我感觉讲，我的先生爱有领洗礼，所以伫祈祷中，要来引带伊受洗。所以我甲我先生讲，伫迄个病院的时阵，后来伫迄个病院的时阵，我就甲讲，伫迄个病院的时阵，我就甲伊分享上帝的疼，然后我就甲伊讲，你敢要受洗？所以我逐工拢伫遐，每工甲伊祈祷，然后我甲伫遐放诗歌互伊听，然后我甲伊讲，国伦，你要不要信主？甲伊分享，要的话你就比1，不要的话你就比2。然后我就讲国伦，你要信主吗？伊就甲我比1。后来过一段时间，我就甲牧师讲，我的先生伊要受洗。后来牧师就带东工，甲伊伫遐来受洗。因为要够真侪，美菊姐伊要甲咱分享。其实时间的关系，美菊姐伊互我感受足深是，真正足顺服。顺服伫咱东工甲牧者会引带一步一脚引带伊的囝儿，引带伊的丈夫，去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的救恩。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难得可贵的一个精神甲生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周报内底拢有内底一个相关的即个见证。上重要，伊咧表达一个最重要的生命观，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常常祈祷倚靠主。咱去一摆普声，甲美菊姐说多谢，用伊足水的生命，我相信
伊即摆还佫有一个大汉查某囝，甲伊的囝婿吼，有机会伊嘛继续咧祈祷，为着因来当来信主，来恳求上帝。我相信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会常常去经历啦吼。多谢，咱佫一摆播声，感谢多谢吼。伫咱的生命中间，其实有足侪经历，要安怎伫祈祷的中间去经验，咱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这是非常的无容易。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 ，PPT 吼，圣经甲咱讲，罗马书第12章第12节，安尼讲伫指望的中间，着爱有喜乐；伫患难中的时阵，爱忍耐；祈祷爱安怎？爱迫切。所以咱若无祈祷，自然你无法当体会出什么叫做伫指望当中有喜乐。好，感觉好像我现在有困难，可是我也好想要像他一样，那个指望说，我也很期待像他那样。可是我就喜乐不起来，不很难，困难啊！我这世人我无望啊啦，我们就会给自己定下一个定论，无可能。但其实圣经咧甲咱讲，咱常常爱有这款的望，咱若患难中间爱忍耐，甚至是祈祷着爱迫切。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伫患难中的时，你着忍耐，常常祈祷；伫患难中的时，你着忍耐，常常祈祷。马太福音书第21章22节嘛咧讲，恁着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要得到。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的信仰的内底，牧师用3礼拜咧，甲咱分享一个足重要的生命。咱常常要安怎培养出一个真正有灵性的生命，会当真实有热诚的心所做的服侍，毋是归伫你家己，乃是安怎，互看出讲你是基督徒，你是真正认捌上帝啦。第一个，咱讲起爱用耶稣基督做啥物？做中心。即摆咱咧讲起是啥？从小事上做起啦。意思讲，你若伫细项代志的顶面，你若袂晓注意讲，原来我这项细项的代志，嘛会当荣耀上帝呢？在教会里面捡垃圾重不重要？重要啊！看到东西排得不好，你去主动排，甲安排整齐，好无？好呢。你毋是要做互看的呢？你是要安怎？你是知影耶稣基督的心最深。你知影有一个有需要的所在，细项的代志，你嘛是去注重。第2礼拜咱讲起，要安怎对上帝同在的热情，一个真实的生命对上帝同在的热情，无容易哦。你有常常体会到上帝甲你相合伫地无？无容易，所以咱即礼拜咱讲起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做爱安怎？爱听话啦，咱拢常常讲，我要听上帝的话，听主的话，听主的声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听话，咱袂晓听人讲的话啦，对无？这细汉囡仔上明显，伊上袂晓听爸爸妈妈的话，伊的目睭干那看就是看讲安怎，我要来佚佗，我要得到啥？咱大人嘛共款呢，咱听着一个人咧甲咱讲什么话，我做无用的，我们都还没有听到重点。袂晓听人的话，甚至袂晓听人无讲的话。咱有人讲一句话，有当时伊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咱听话爱会晓听人讲的话，佫会晓听人无讲到的话。第三，佫会晓听到人啥心内底心灵的话的需要。最后咱嘛讲起要体会到甲对上帝同在的热情，咱爱知安怎？咱爱用祈祷去求圣神来充满。第三，咱嘛讲起 PPT 哦。第三，咱讲起啥物？咱讲爱起造一个祈祷的圣殿。咱顶礼拜讲起，咱的教会内底就爱用祈祷做领袖，对无？你伫厝里，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亲人还佫无信主，但是你无用祈祷来做领袖的生命，你无法度通带头啦。你拄着困难，你会讲我这个丈夫也好，我的囝儿也好，我的太太也好，我所拄着的代志，你无要祈祷。你无法度带来困难，所以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平平拢有咧去教会，甲有的有去庙里咧拜拜？你的法教拢共款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意思在地你有咧祈祷。所以基督徒如果不祷告，在你的家里面你是一个领袖，你不祷告，你的家庭不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足重要。若伫教会内底，人有真实的生命，你感觉拄过有人有真实讲我要听上帝，但是这个教会环境
环境若无有迄个文化吼，我甲你讲，做工的人嘛足忝。假使牧师常常咧甲咱讲，我们要祷告，然后每个人，啊，你祈祷你的，我看我的圣经，我看我知我安怎相信就好啊咧。牧师你甲我教这要创啥？我跟你旁边的人说，教会需要文化，教会要有文化，什么文化？要有热诚的文化。你莫甲我牧师捌定定听过讲啊，牧师，迄你的个性啦，你莫要求我啦。吼，甲你边仔人讲，你毋是即款人。你拢咧笑，你是毋是即种人啊？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拢是安尼呢。咱想讲啊，咱迄是伊的性情，迄毋是我的性情，我毋免像安尼。我甲你讲，牧师过去嘛毋是安尼啦。牧师高中的时阵吼，我咧回想起来，我若看着床啊，我就想着我过去的我。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要有热情。一个有热情的生命，有热情的教会，火热的教会，伊才有法度通领受着上帝救恩、恩典的作为啊！若无，伊无法度经历着。所以，什么是热情？热情代表的意思叫做热心、热衷、甲热诚。支援某一个人，甚至为着一个目标做激动、迫切的心啊，甚至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积极的去完成它。兄弟姊妹，教会服侍有需要热情无？需要。你若想要看到台仔顶的人，无论是私底下伫招待小组的内底，因咧做的工课，其实只要你有一粒热情的心，我相信你嘛会当相款做伙来参与事奉。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若去到一间教会吼，常常拢会人问讲吼，讲牧师，啊恁牧师讲牧师嘛，你的爸爸妈妈。敢会来咱教会？我若去到一间教会咧牧会开始吼，无迄几礼拜吼，大概兄弟姊妹拢安尼问哦，迄什么意思？因为伊相信即个牧师会为着我的教会带来啥丰富热情，吼，伊会有期待呢。伊嘛会期待讲啊，牧师是即款人，伊的爸母应该嘛差不多是安尼的。兄弟姊妹，你去到一个所在，你会为着一个所在带来热情无？真重要。这礼拜咱这个连假228连假吼，这上个礼拜吼，咱的这个礼拜六、周六的华语礼拜的这个对花莲的这个大学生吼加薪伊带伊崇光教会花莲崇光教会的四位吼，对四位嘛吼，4位，咁是4位，5位4位吼，4位的兄弟姊妹，这是他们的青年。他最后我们在这边练唱歌的时候哈，敬拜中间，伊问伊的小叔啦，伊讲小叔，小叔伫宜兰咧读册，读土木的土木。伊讲小叔，你想不想来台南啊？我说好啊，为什么？他说他来到了大桥教会，得到了牧师非常热情的欢迎他的时候，逐顿我原底想讲找一顿来带因来食。结果差不多逐顿我拢做伙食，食落了吼，因足欢喜的。伫迄中间，伊就讲，我嘛想要来台南，嘛想要来大桥教会。听说他4月份，他们还要预定，还要再安排来教会。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因为你的关系，教会要带来热情；因为你的关系，教会要带来热情。所以伫教会，你毋免看你家己的困难最要紧。你着将你的困难放伫上帝面头前，甲上帝讲：主啊，我相信我靠你的确得食。所以兄弟姊妹，即群的大学生，咱教会无大学生，但是即群的大学生因有热情，即种的热情是因为伊伫教会内底先观察，伊看到讲即群教会内面有一个热情的牧者。恁的教会有热心的牧者、热情的牧者，但是咱本身若无要做伙热情、做伙来参与的时阵，即间教会敢有好的文化？袂啦。牧师搁较安怎讲吼？我昨问即个一个姊妹吼，我甲伊问讲，我某物人啊，你若来教会，牧师对你足热情，你会足欢喜无？伊讲会。我讲但是牧师若对你热情了吼，你若看到其他人无啥参与的时阵吼，你会安怎？伊讲我会离开。我终于了解，真正符合。有一摆一个同工甲我讲，牧师。啥咱拢有新朋友来到咱教会，但是啥拢留袂住。甲你边仔兄弟讲，因为咱无热情。
爱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伊足重要的身份，无论伫你的工作、伫你的家庭、伫你所处的环境内底，你就代表一个足重要的角色。上帝爱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活出这款的角色。所以这礼拜咱嘛开始礼拜三的时候，咱嘛开始第一课，有关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训练。这个训练毋是咧讲咱要安怎传福音尔定哦。这个训练更较重要，我要问咱，伫咱的厝邻敢有人还未信主的？有无？一定有嘛。但是你茫想讲啊，我都无法度，我厝里的人迄无救啊。我厝里的人哦，迄无法度，迄心中硬，无法度。我甲你讲，伫主的面头前，凡项事拢有可能发生。亲像牧师来到伫咱大桥6冬的时间，伫梅菊姐身上，伊的家庭顶面经历了她的儿子受洗。经历了他的先生进入加护病房，然后我们一直在祷告当中，上帝留他的生命，不仅留了他的生命，而且让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是在困境当中，是在病床上里面，我觉得很好。牧师嘛有做几6摆的机会，是伫人要走啊吼，伊的亲人向走来讲，牧师你来为阮兜的人祈祷，我感觉真无够。趁伊要活地的时阵，你着爱赶紧为伊祈祷。甲你边仔兄弟讲，无祈祷无气力，无气力。佮甲伊讲，做祈祷做有气力，做祈祷做有气力。所以咱即摆咧训练新家人关怀学校2个重点，帮咱厝邻即个新家人，无论进入咱教会新的人，吼，咱安怎尽快的脱离陌生感。吼，包括咱即个慧君姐啦，吼，新店兄，吼，包括新店兄今日太太叫做陈静宽姐妹嘛，吼，咱拍波欢迎伊，吼，我们每一次我们欢迎每一个进到我们教会的团体，我们都用热情的心来欢迎他。我们也非常高兴圣歌队人数越来越多哦，吼，还有小玉也一起参与我们的敬拜这个圣歌队的参与唱歌的行列。牧师嘛足期待咱，拢会当伫咱的环境的中间，伫教会内底，尽快脱离陌生感。陌生感会互你无法度通去领受着，即个所在会有诶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足期待，当咱今仔日要伫教会做一个叫做入籍的仪式，哦，新添兄、苏荣姐，因拢伫教会，哦，虽然是当下来，但是虽然是因久久伫教会内面咧参与。因为什么会当入籍，将这个会籍刷来伫咱教会，或是洗礼，这个动作拢是代表，他拄仔梅菊姐有讲到，只要你若信靠上帝，相信伊，你着安怎？你着通去洗礼。真正呢，我上简单的几句我感觉足简单的。啊，事实有影啊，要洗礼，虽然伊是一个仪式，但是代表的是一个人愿意专心专意，伊相信只有我靠上帝。若无上帝，伊家己嘛无法度，这是一个足大的生命态度的决志。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要安怎样培养一个热诚的这个教会文化，有几个元素，咱来做伙来注意。第一项，爱有分享福音的经验。今日的圣经在咧讲起马可福音书12章30到31节，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主你的上帝。第二项，你也着听主边亲像家己。无比这2条诫命搁较大的，基督徒拢会晓背，咱嘛知影要安怎做，咱嘛知影讲这是上帝命令，但是咧，咱做袂到，对无？咱拢感觉不足，为虾米？你要听上帝吼，你爱安怎？要听上帝，听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迄代表的是啥？迄代表的是顺服呢？代表的是啥？热情呢？讲主啊，我真正迫切顺服，愿意将我家己的生命拼空，求你帮助我。你有看见咱伫迄个最近吼白沙屯妈祖咧绕境有无？你有看到遐信徒无？有一个妈妈，伊是抱着伊的这个脑性脑麻的囡仔，查囡仔，敢若2岁、3岁外尔，伊敢若求。这个神是毋是会当来救伊的？兄弟姊妹，迄种的心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咧讲主啊，我听你，你有听上帝无？
我牧师讲一个，大家唔敢讲。看你姊妹，知影我的意思无？你的心有迄个对上帝迄个热情会听无？你若有，我相信你就知影要安怎去分享福音。咱对上帝讲，你着听主，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主你的上帝。可是听你的厝边，迄种的心志，你着爱将你的心完全摒空。兄弟姊妹，一个热心听上帝的人，伊会让人去传扬福音嘛。我搁讲一摆哦，一个热心听上帝的人，伊会为着要让别人传福音，来讲起上帝伫伊的生命中的故事啦。这就是福音嘛。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的生命有故事无？我无要听到什么答案，因为你知，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故事。但是你的生命有去真实去体会到无？在2月28的时阵吼，我会记得即个台湾最近一个咱做有名的叫啥？林书豪对无？林书豪伊的小弟叫做林书伟，吼，伊之前是伫咱台湾开始林书伟咧拍球。后来林书豪伫今年，因为伊对美国 NBA 无法度了，然后去到上帝带领伊去到伫中国拍篮球，然后了后中国后来佫甲伊拍出来，最后咱来到咱台湾，咱台湾非常的热情，甲伊欢迎，甲伊接纳。伊佫有一摆伫2月28号，含伊的小弟苏伟做伙拍球，伊伫个过程的中间，伊的妈妈表露出对主上帝的疼。因为伊两个囝拢是篮球名称，伊的祈祷安怎祈祷？伊讲我今仔日替因祈祷，希望因今仔日就是迄日兄弟会当做伙伫遐咧拍篮球比赛中间，求上帝用因的温柔摘掉，尽因的气力安怎拍即个球啦。所以一个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上帝的人，伊会安怎？伊会伫个生活中间认真咧活哦。甲你边仔兄弟讲。听主的人就爱为好好活，听主的人爱好好活落去。了解我的意思无？听主的人爱好好活落去。我毋敢讲你无困难，但是我敢讲，听主的人你好好甲活落去，上帝就要通过你的生命转变带来救恩。所以兄弟姊妹，救恩还未到的时阵，你茫随绕跑啦，吼，毋通紧结束你的生命啦。知影？你着爱继续为主来做。伊的妈妈，林妈妈，伊个做第2项的祈祷 ，PPT 吼，下一页，过头。第2个祈祷，伊希望所有的球员毋通受伤，伊嘛用祈祷借着即个舞台，篮球的舞台，互更较侪人看到健康正向的篮球。牧师过来礼拜拢会讲起，咱的指挥育成对无？伊用正向的态度咧带指挥。伊还袂洗礼啊！伊嘛无信主，伊是因为来到教会带圣歌队呢，较认捌即个信仰呢。我会记得过去吼，教会若要请一个指挥领袖吼，第一一定着爱洗礼了。但是我对即个礼中间我看见，其实毋是即个人定出来规则，重要是咱有热情的心，互伊感触到即个信仰的水无。所以当伊咧分享，咱咧唱歌。爱有生命，你有安怎体会到圣神的气力无？安怎体会到上帝的疼无？玉成，你有体会到了吗？这是圣灵的感动。你看，一个一个就把人带进了圣歌队里面，所以不用怕。看起来之前我记一个月前伊讲牧师，为什么圣歌队怎么人越来越少，都没有人，他带起来不起劲，他没有动力的时候，我告诉他不用怕，你就用你的生命继续的服侍神。所以，弟兄兄弟姊妹，第2项，咱要安怎样带有热诚的教会文化，就是投入一项生命事业。好，这什么意思？咱伫世间上，咱是什么？咱是台湾人，对无？你是做一个台湾人的国民啊！台湾人的国民就是啥？虽然家己的工课事业安怎做好啊，赚大钱啊，敢毋是？家庭、国家经济会变好。表明咱为着这个国家，咱伫这个国家成做一个国人，无造成社会什么负担嘛？我们没有造成社会负担，我们就是好的国民嘛，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咱成做上帝国度的内底，咱是啥？那基督徒啊，什么叫基督徒？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叫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爱咱安怎做，咱就安怎，咱就对咧安怎做。
啊，若简单来讲，恁伫教会内面看到牧师安怎做，恁就安怎？大家毋敢讲，牧师你做有够恐怖的，足忝的呢，哦，足艰苦的呢。兄弟姊妹，真的呢，这是一种态度。牧师不要求你，但是我期待咱拢会当珍惜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咱伫主日学的工作，咱伫看访的关怀，服务这无家可归的人，带领敬拜，分享圣经，分享生命，为着拢是要荣光主上帝。哥罗西书第3章23节到24节讲，无论做啥物，拢着爱对心底做起，亲像伫为主所做的。咱拢知影，咱拢会晓讲哦，毋是甲人做的。但是你敢捌听过有人咧讲，你知人遮热情啊？我拢毋是，这是为主做的。啊，你若拄着艰苦的时阵，你敢个会继续做？我嘛毋知影咧。啊，你为什么要安尼继续做？你为什么要安尼听说上帝？伊讲我嘛无介清楚，上帝爱我安尼做咧，无毋对。头前几句就是咧讲这，但是恁爱知影哦，圣经在讲啥？恁着知影对主遐得到的，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一个为主所做的人，你着爱知影，上帝所要给我们生命的基业是什么？就是什么？要有信心，有盼望嘛，对不对？要有生命的果实嘛。箴言第16章第3节，咱这会用华语来谈哈。来，你们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每一个人都无相款的工课，你嘛爱求讨上帝，为你所做的工课带来好的成果，带来祝福，带来帮助，为着人，为着这社会，为着教会带来祝福。你的生命，你的产业，你若无坚固，你是要安怎有丰富的生命，跟人分享？你要奉献，你嘛无钱呢。啊，奉献你无钱，你会当甲上帝求无啊？上帝毋是讲上找一个人摕钱来互你呢，毋是呢。你爱努力呢，你爱努力呢，你爱将你的生命放伫一生生命的事业的顶面，你爱去经营啊。第三项，热诚的教会文化，就是爱建立听、接纳甲温馨的这个喜乐。这礼拜吼，我听到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我看到教会门口有国中生伫遐咧食薰啊。我甲伊讲，我讲某咪啦，教会最近有侪遮个中辍生进入教会。你毋知影，因拢是单亲的家庭，食薰可能是一个因的歹的习惯。但是佫较重要的是，咱爱去关心伫因的背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家庭疏忽，开始无法度通照顾因的时阵，因的生命开始被转变。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咧常常为着遮个人来祈祷。圣经内面安怎讲？PPT 啊，马太福音书第10章32节讲，既若伫人的面头前认我的，即个我是耶稣基督。耶稣讲，既若伫人的面头前认我的，我伫我天父上帝面头前也要认伊。兄弟姊妹，什么叫做认我？伫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啦。你伫人的面头前，你敢会讲你是大桥教会？会有，会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哦。你有承认讲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无？你是基督徒无？有啊。安尼你敢搁黑白讲话无？你敢搁黑白做代志？无共安尼。但是有真侪人伫日常生活内底，伊并无承认耶稣基督。伊过的生活是宁可莫互知影我是基督徒，宁可我莫互知影我有咧去教会。安尼我会当安怎为非乱做？有呢。基督徒嘛有安尼人呢，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认我，这代表的是啥？这代表的就是讲，咱要安怎真实建立一个听、接纳、温馨的喜乐的乐园。这种的氛围需要建立，你必须得爱有这种的心智，啊无你做袂到。你无啊听，你听袂落；你要接纳一个人，你嘛接纳袂落。你看到伊就艰苦。所以兄弟姊妹，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6节讲，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框、这个坑、这个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咱问亚这讲有咧去教会，上帝就竞选人哦，不是哦。其实伫外口边有真侪要袂捌主的人，伊嘛是属于耶稣基督这个大牧者所
牧养的羊群咧。安尼咱爱去传福音无？咱爱去甲因传，咱爱去甲因讲，邀请因做伙来领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要时常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因为有真侪人需要这个福音。第四，咱要安怎建立教会的文化、德行的文化，就是爱建立温群、无贫惰的生命。兄弟姊妹，教会注意听哦，毋单单是一个信用团体，内底嘛有一群心有温度。你有温度无？心有痛，心有愿望，心会积极，有意向，有远景，有行动力。温群面对问题的兄弟，阿免？你是毋是即款的人？美国的神学家斯坦利这个哈尔瓦斯，伊讲过一句话，伊讲教会毋是带有社会伦理，乃是教会本身就是社会伦理。基督徒毋是带来社会的伦理。乃是基督徒本身就是社会伦理，意思就是讲，你讲牧师，你也无甲我教会基督徒要安怎做，我甲你讲，毋免我甲你教，只要你是一个听主听上帝的人，你自然知影什么是对甲毋对，爱了解无？所以毋通等甲人甲你教了，你较会晓啦。你讲我教了，我较要做，毋是，乃是咱着爱学习。这个神学家讲的真有理。一个公教会首要任务不是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公义，不是要向政府提出更好的策略，而是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教会群体的德行，活出见证。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的生命要活出见证。我常常伫我的细囝泽恩到你家，泽恩，我很喜欢看泽恩他怎么面对我。我若看伊。安尼油头革面的时阵，讲不要的时候，我就知影我不够柔软。真的哦，我无够柔软，因为我无够柔软，递到互我的细囝有这种的心。当然，伫伊心有伊光的所在，伊毋捌的所在。但是每一摆我若看到伊，当伊咧不要的时阵，我会记牧师娘拢会甲我讲：你看，你就是安尼啦。是安怎？我讲，牧师娘换你。你就是安尼啦，我孙女跟我讲，你就是安尼。你莫想要恁囝无要，他说不要爸爸，他是要妈妈。还了解无？这有意思哦。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在甲咱讲起罗马书12章第11节讲，温群毋通贫惰，论心志着热热，论主着服侍。兄弟姊妹，每一个服侍互主上帝用的人，伫个生命拢有一个基本的生命结构。生命的结构构造是啥？就是能力、有技巧，甚至会晓做代志的方法。什么性情？爱性情啊，就是爱有啥？圣神的规矩，9种规矩有啥物规矩？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还有啥？信实，还有啥物？温柔节制。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毋是干那靠能力、靠温顺、靠才调。咱嘛得爱有好的性情哦。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的生命性情好吗？有些基督徒在教会他很会做工，可是回到家里他是一个非常暴躁的大先生，他是非常暴躁的太太，这是有的。所以会记得，我是用几句话来跟咱分享。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做工的人。自己的身体管不了，而能够做工的，你若要做工课吼，你一定爱晓管理你家己。譬如讲，牧师礼拜日爱安怎？爱讲道嘛。我敢袂使讲，因为我困过头，讲牧师你礼拜日较无来讲道啊，你人走去倒啊？歹势啦，是嘞，我困过头。了解我的意思无？你也做，你有会识嘞，你也做，你有解说。有真侪时阵，人来甲要求讲，你这个做这件事情，我得安怎？你没有办法管理你自己的身体，你怎么能够做主的工？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在侍奉上帝的路上，若要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做爱上帝、爱人的工作，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要塑家己的身体啦。
你要听上帝，你得安怎？听上帝安怎？甲你边仔兄弟讲，逐礼拜我拢要看到你。你了解无？啊，听爱上帝不是这样吗？啊，不然教会关起来好了，我们大家都看直播就好了，对不对？好，如果因为疫情大家都不敢去教会了，对不对？那不是真正的爱上帝。真正爱上帝的人，他会有行动力。真正爱上帝的人，也约束伊家己的身体。我礼拜六暗时较早休困的，就算我晚困，我嘛礼拜日早起，我嘛要早起来去敬拜咱的上帝，约束家己。所以兄弟姊妹，结论，无有看见一个无有受苦的心志的人，会当做主的工。甚至无有看见一个人是袂会听话的人，伊伫教会顶面会当做一个侍奉的工作。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毋通亚做讲，牧师，你莫甲我要求伤济。咱若袂晓去听话的人，有真侪时阵，咱做工课，咱所做会大打折扣。所以兄弟姊妹，最后牧师用几项要甲咱分享，会当侍奉上帝的人的代志，甲人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事。甲你边仔兄弟讲，服侍主的人足无简单的。嘛，甲你边仔兄弟讲，听主的人嘛无简单，对无？约束家己嘛，对无？不容易呢。好，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生命需要外在的经历3件事情：拆毁，你要踢破你家己本身的固执、硬心呐，然后破碎讲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完全的摆上，求你怜悯下面我。所以牧师讲，我国中的时阵是一个歹囡仔，真爱佚佗，真爱相拍。错干辣椒，我若无破碎家己的生命，我哪有法当今摆徛伫遮来互上帝用？敢毋是？当上帝的话语在我生命里面被建立了，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再念一下：如果你这个人不行，在很多的事上随便，在很多的事情上放松，要出来做工就是不行。爱了解无？所以毋通呀，这讲你伫厝里拢咧放松哦，然后走来牧师甲你问讲，你若无来，你若无来做伙来服侍，伊讲我著伤忝。你用忝来解说你的这个无要做工的工课，这是有问题的哦，小心哦。好，两位兄弟姊妹，许多人不能够好好侍奉神，不是因为他的知识、技术、真理的认识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那是性情、性格的问题呀。好，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几项哦，足重要哦。这是关系到有关要安怎成做一个温困做主工的人。什么是袂当侍奉上帝的人的性情？咱做伙看，贫惰的人不会找出事情来做了，但是即使他看见事情了，也会希望怎么样？没有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哦。很多时候，咱基督徒敢若是一种生命，袂找代志做啦。看到代志嘛，感觉无代志啊，这叫做贫惰的人。好，什么是懒惰心思的基督徒？我们来看，遇到问题他不敢面对问题，鸡蛋里挑骨头，了解我意思无？牧师甲你邀请来做工，伊会讲啥？牧师，这件事情这无效啦，这我拢看过啊啦，这会安怎？我讲你无试看嘛，你哪知？鸡蛋里挑骨头嘛，他不敢面对问题嘛，这就是懒惰基督徒的心思哦，小心哦。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不是这种人。我跟你讲，伫你的工作、伫你的生活、伫你的工课，你嘛得爱有这个态度去学习改变，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好，第二，小事会变成小问题。明明这小块的代志，伊就要甲看作问题啊！这就是有问题。这后摆会大问题。无说你继续安尼坚持会大问题。我的经验内底敢若我所做过见长的代志就好啊啦。我认为并无变成大问题呢。反倒等我解决问题呢，敢毋是？甚至呢，懒惰心思的基督徒，他遇到侍奉工作、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甚至他会怎么样？大工作挑小工作，小工作挑没工作。这就是懒惰的人。
懒惰心思的基督徒会有的想法。最后，牧师要甲咱讲，捌有人安尼讲，贫惰的人连撒旦拢气出来，伊无路用啊。你有要真做这种的人无？我觉得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懒惰的人。咧做歹人，伊可以想讲我要安怎去共害呢？爱开心书呢？你看诈骗集团，你才有地位呢？真的呢，手法越来越不简单呢。因足久来咧骗人的钱呢，吼，撒旦就是要用这种人嘛，敢毋是？撒旦敢要用迄个做贫惰的，哦，叫你敲电话去共骗嘛无爱呢。兄弟姊妹，箴言19章24节有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这句话的意思叫做贫惰人食饭的时阵，手放入饭碗顶面，贫惰敢唔肯去甲饭摕起来放入去嘴。甲你边仔兄弟讲，着教着细囝捧碗食饭。来，甲讲哦，甲讲哦，对，真正着教着细囝捧碗食饭。咱的传统真侪老大人教着细囝青少年食饭，人一支手亏咧，迄互看出足贫惰的感觉，食饭的贫惰，吼，迄感觉就是即个意思。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爱常常甲上帝讲主啊，我明白你听我的恩典是真实的代志。即种的生命，毋是空虚的，嘛毋是虚假。反倒等咱的生命，嘛着爱常常去孝念耶稣基督的救恩，爱咱做啥物代志，毋是做一个贫惰人，无热情、无生命的基督徒。阿们。咱做伙用一首诗歌，十架上的爱，我们要时常去回想，上帝他为什么把我们这个人生命牢牢的抓住？特别在我们生命无助的时候，他要对我们说，他爱我。我感觉有时咱真艰苦心，咱行袂出来，咱唔知影要安怎面对咱的生活。但是你会发觉，牧师也咧讲，教会兄弟姊妹也咧甲我讲，但是我唔知影要安怎做。你爱记得，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搁活，付出伊的生命的代价，是要爱咱重新得到活命的快乐。咱做伙坐咧入，咱来唱这首诗歌。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还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我知你听我嘛就知我的生命就献予主上帝，为主你来活，生命才会得到正确的意义。求上帝你帮助我，常常知影认捌回想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你听我的记号，唔若将伊的生命
奉献予阮，为着阮来死，佮活，为着阮的来死，是因为为着要救阮的罪，互阮脱离迄个罪的束缚，重新会当得到新的开力，互主的救保护来洗净阮的生命，互阮会当重新活出上帝你佮新的活命的开力。求上帝你佮一摆引带阮三甲做伙伫上帝美的面头前来重新立约，建立甲主你和睦三听的关系。当心伫你面头前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牧师嘛要邀请新添兄甲苏荣杰咱来到头前面吼，咱要做伙来立约，伫咱决志、定心、立志。咱徛伫头前面吼，当咱定心立志，决心会当做伙伫大桥教会参与聚会，甚至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我相信咱的生命中间拢有足重要的决定，是因为恁愿意委身奉献恁的生命，做伙伫大桥教会来领受上帝满满的救恩甲祝福。我相信这是一个福气，嘛是阮正大桥教会兄弟姊妹真好的欢喜、值得欢喜的事吼。这个时咱要做伙伫这个所在来见证徐淑荣、李新天弟兄的誓约转籍的做法，代表的是咱信主加入这间教会，甲咱所有的信徒、亲人、朋友做伙见证、参与上帝的工课。咱用公开告别恁的决志甲信仰，有时对一寡人来讲是足困难的代志，但是当恁徛伫这个所在，这个誓约就代表教会承认、承诺、承诺会支持恁，甲咱教会的信徒朋友，阮拢伫恁的背后为恁祈祷。这个时，首先我要问徐淑荣姐妹，你是毋是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悔改认罪，接受伊做你的救主、活命救主无？你是毋是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来引带你的人生无？你着信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尽信徒的本分，听主的教诲。你有愿意要安尼行也无？我愿意。大桥教会是一间注重人传福音、彼此和睦相听的教会。如果若拄着双方关系有误会，也是困难的时，唔通四过抱养，着找求牧师以及小会员长老来设法处理，免得破坏着教会和睦的关系。你是毋是愿意遵守这个使命工作，来将福音介绍予未信的朋友无？我愿意。这个时，我嘛要来问新添兄弟。你是毋是诚心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悔改认罪，接受伊做你的救主、活命的救主无？是，我相信。你是毋是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来引带你的人生无？是，我相信。你着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尽信徒的本分，听大桥教诲。你愿意安尼行也无？我愿意。大桥教会是注重人传福音、彼此和睦相听的教会。如果若拄着双方关系有误会、困难，唔通四过抱养，着找求牧师甲小会员长老设法处理，免得破坏教会和睦的关系。你是毋是愿意遵守这个使命的工课，来去传扬福音予未信的人？我愿意遵守。这个时，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桥教会小会官兵，任命恁会当成做大桥教会一份子。阿免。这个时邀请咱所有的小会员，咱做伙来甲伊接纳。接纳就是握手。好，欢迎你。好，咱拍婆啊，甲伊欢迎咯吼。
祝福你，祝福你吼。牧师伫遮吼，有这是因的小组，他们的小组要赠送给他们，每一个人不一样。好，这个是要恁的小组要赠送吼新添兄弟。新添兄弟，咱继续为着伊的目睭的恢复来祈祷。伊即摆已经恢复伫学校，等于学校做教学的工课啦吼。咱嘛继续为着伊目睭的恢复，甲伊信心的这个坚定，来为着伊来祝福。另外，这是这个秀珍小组吼，秀珍长老特别为他们为淑荣姐制作的非常漂亮主事平安吼的纪念品吼，送给她吼，来，上帝祝福你们。好，咱等下伫会后，咱等下会后结束的时阵，请小会员留来，中级留落来，做伙来牵这两位兄弟兄姐来做伙翕一张相吼，多谢，请恁倒转。这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吟诵这个圣礼典吼，咱要来行圣礼典吼，咱做伙来吟圣圣诗355首，愿打自责甲主坐倒，吼，咱坐咧吟就好，咱唱2节就好吼，2节就好。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地伊的教会信徒，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三甲做伙甲咱的主上帝做伙来守这个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建立属地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建立着我。担着就近我要互恁直直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决断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煞伊。这个时，我需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当来帮助阮属灵的生命得到培养。愿你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与耶稣基督能够预备这个宴席，为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生命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丰盛的恩典。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咱每一摆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大家。
过咱今仔日所领受，要安怎样培养咱教会诚做一个心，有信心、有气力、有火热的心的教会，需要大家做伙同心，伫祈祷中来检视咱家己的生命。如果你若已经信靠上帝，愿意甲上帝来行一条奉献福音的道路，咱会当来做伙甲主同坐倒，来领受这个圣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信用，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大家。咱伫祈祷中，求上帝帮助咱，若伫祈祷内底，会当定心来回想真罪悔改，求上帝帮助咱的生命，要安怎学习温困来做主的工。做伙来起造一个有热诚、有热心、有火热的教会，将福音来传到伫最最要未传的所在。这个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会当同心做伙来领受即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嘛是上帝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愿大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阮毋若要学习，诚做一个温群做主你工的人，嘛要做伙来起造
一个三听和睦，对人有疼心，对社会有欢喜、甘愿、奉献、关怀、祈祷、付出、祈祷的时间的人。求上帝你赐福阮，互你的慈悲常常伫阮的中间来显明上帝你疼的救恩，互阮会当继续伫阮的生活中间来完成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阮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继续来唱他拄圣诗355首第30个歌词哈。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用生命行动来回应主。如果你若无了解奉献的意义的人，请你会当伫安静祈祷的中间。接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阮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经济。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通。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咱即时是公道的时间吼，咱先掀开周报，咱看公道的事项。即个公道的事项吼，伫咱家己来看吼，咱拢总有6项吼，咱周报摕来，咱一人来开声来祈祷。咱现在开始来祈祷。听我的主，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会当伫教会内面担任一个基督徒，也阮会当万人事拢会当来教会来服侍你。主啊，恳求你，互阮刚刚的服侍，拢会当咱来了用种有威信，上到有智慧来复兴来大叫教会。我
阮教会青年启动时光来祈祷，有做啲很细汉的事，互因当认真捌基督信仰，互因会当将咱大汉当加做一个基督的清兵来有使用。主，阮也为着阮兴看即个阮有教育信心，阮同心甲三甲合一，为着教会即个传人来祈祷，让早一日来得到解决。主，阮会为着我宣教福音来祈祷，恳求你阮的灵命更新，阮的教会中，阮明了你的培养，阮的信仰拉提提，阮的教会兄弟姊妹拢会同心合意，非常的起造一间有见证、有快乐有听的教会，来高呼主你的圣名。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来选择阮做主你的工。但阮气力无够，求主你夺去阮心内一切罪恶，互阮会当对你来得到快乐，会当去做你所托付阮的工作。求你保守阮，面对阮的言语行为，只要主动圣情工作的做法，夺去阮心内一切无讨你欢喜的事，互阮会当接受主你装备的救恩，不但会当得到好处，会当互别人得到帮助。求你使我阮兄弟姊妹有合一的心，阮伫你的教会内面会当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学习，成做有听甲合一的教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高举咧主你的圣尊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主听阮祈祷。咱这是来献开周报我来报告。咱下周施工人员才能家己看，咱来看消息通知。第本组织举行本年度第一摆的胜利典，阮已经举行了，咱欢迎信贤兄弟甲师兄姐妹会入籍加入大桥教会大家庭。愿主祝福因信仰性命，莫平安喜乐。第二，咱伫昨天和台牧区甲幸福共度小组连续活动拢总有30名诶兄弟已经参加，去到伫即个火头边烤肉啦已经大家平安倒转来。求主带领因头前继续因头前道路，拢有满了上帝的祝福，继续，互因即个施工会当继续得到上帝大恩典。3点礼拜日3月12日举行着，要举行伫约外礼拜，要去上音啦当日7点到7点半伫即个大桥国中即个路边伫遐要出发，要准时出发。今日报名早起是到今日啦请兄弟还未报名的要去的，请向即个会员职事来报名。第4点，咱台南中会事务部伫后礼拜拜六下晡3点到5点要进行步车检查，地点伫规前教会我兼即个承认执事阮两个前往下面即个公道事咱已经公道完毕，还佫有一个受请即个受请小等下，咱请牧师来祝福。3月13是淑英姐妹恩寿弟兄、子英姐妹，佫这是3月15，3月20是亚明节姐妹张仁义弟兄3月31是泽恩小朋友。够这了。乔恩3月25乔恩，这不咱下面的红颜
咱请家己看，然后要请向过马过步敬敬。咱即时来看今仔日的经句吼，台语、华语咱读一解吼。论因循，毋通分断；论心志，着热热；论志，着服晒。因循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12章11节。里面时间交代牧师。牧师来补充报告。咱伫后礼拜吼，咱教会这边就无实体礼拜，咱是去野外礼拜。如果若还未报名，牧师邀请咱吼，咱即摆已经有57位报名。咱嘛有越南的迄个阮妹婿啊，因是越南邀请因遮越南的小弟啦吼，伊遮小弟拢，他们礼拜天拢在趁钱的啦。但是牧师嘛是甲因邀请，感觉有机会咱带因出去行行。熟悉，所以牧师邀请你哦，你会当邀请你的亲人、朋友哦，做伙来去。虽然咱即摆咱是先去即个番路教会吼，咱是先去做礼拜，但是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体验啦吼。咱去无相款的教会，即间教会番路教会是非常有历史的所在吼。番路教会因人无济，但是我感觉伊迄个所在是非常的水。期待咱即摆是去赏樱咯吼。咱真少有即个机会，所以今年度咱的野外礼拜，咱是用顶半年度，后半年度有机会，咱嘛当较规划啦吼。所以期待你若还无报名吼，请你会当你的小组长，也是会院执事吼，也是咱楼骹的招待处会当甲伊讲一下。咱赶紧伫今仔日吼，今仔日暗时12点，12点以前啦吼，像咱因为咱咧办保险，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加吼。牧师伫遮嘛会当搁一摆，咱邀请即个咱会先来介绍新朋友啦吼。咱今日真欢喜，即个新添兄的太太陈静宽姐妹吼，咱请伊今日再次拍手欢迎她。静宽姐妹她本身在这个历史博物馆工作哈，做历史考究我觉得她非常的用心，她对我们教会历史是非常熟悉哦。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样子，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教会，认识上帝的恩典的祝福，怎么把福音带到台湾。那我觉得也透过新天兄，让他有机会在短短时间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集，那也得到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信任。那也祝福这个家庭，伊本身有2个后生啦一个是伫大学跟念大学那一个是国3也中选的中选也是跟中选一样，都是国3请为因祈祷，即摆国3因伫5月份5月份要会考，所以咱来为了因的未来的道路，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有些人是处于在惶恐当中他们不知道上帝要带领他们去哪里，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安静里面做好预备好咱嘛真欢喜丰田技术丰田技术倒转来伫咱中间，咱去一摆拍鼓欢迎伊丰田技术你敢报名？你有报名OK。恁兜有人有报无？拢有报感谢主。咱尽量爱招招厝里人做伙来参加啦邀请咱每一个欢迎每一个会当做伙来参与咱大桥教会聚会兄弟姊妹。牧师敢有无介绍到的？若无，咱即个时阵请3月份的寿星好无？请恁起立咱要做伙来甲伊做一个祝福的庆祝唱生日快乐歌来，我们依然站着，我们一起在祝福当中来宣告，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在座的每一个寿星来祝福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神你的儿女，我们愿意用举手祝福宣告来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求你将你的恩典慈爱赏赐在这一些寿星身上，让他们的生命不仅从他们从出母胎开始，
在以前，神你就命定他们的生命，知道他们的生命。我嘛欢喜，上帝你互因搁一摆伫过生日的时，用感恩的心，愿主你感谢，因为生命的首事是上帝，是对主你遐来。恳求上帝你继续扶持看顾因头前的道路，满有喜乐，有平安，有健康，继续来活出生命的意义甲见证。同心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好，多谢。咱嘛继续为着咱的满足者啦吼，满足者伊即摆要伫急诊，因为身体上的需要，我们求主怜悯，求主医治。这时牧师邀请咱吼，做伙起立，咱互相来做请安吼，互相来请安，咱做拱手的好吼，拱手请安的好哦吼。平安，上帝祝福你们，欢迎你们哦吼，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欢迎看到你哦。平安，上帝爱你，平安，上帝爱你。平安，上帝赐福你，平安，上帝赐福你们，平安，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哦，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们。后礼拜咱要邀下礼拜是早起几点？7点半，伫大桥国中哦集合哦。吼，咱毋是来遮，但是你若咱甲，你若要甲乌多摆啊，还是车放伫咱教会所在，你著爱用行的过去啦吼。所以请咱注意，东桥一路的侧门哦，哦是迄个大桥国中的侧门。好。是。好，侧门啦吼，侧门是即个红蓝镇已经变的迄边嘛吼。好，咱若毋知影，咱私底下搁问啦吼。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上行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咱拢将一切荣光归互咱的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的名圣心，多罗三位一的上帝，正面流传的高万岁，阿门。担愿恁出去，为主做美好的干净，用温群的生命，用活泼的生命，用热诚的心来为主做美好的干净。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倒。光。
今仔日有小组聚会哦吼，咱拢是每一个月最后一礼拜，咱是暂停，因为阮的小组长会做训练的工作、讨论的工作吼，所以嘛，请咱会当注意，今仔日咱有小组聚会。如果你毋知影咧倒一组，牧师嘛邀请你会当问我，吼，私底下当问我啦，吼。咱这是请这今仔日入籍这苏荣姐跟新平平甲静宽姐同阮做伙来翕相，好不好？好，邀请你做伙来。来，我们的中级吼，请咱中级长职同工来。